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伫书记长蔡玉辉的带领，包括副书记长林彦竹、发言人王家珍、加议员柯志春、李中钦、加蔡宗豪，中昼伫议会联合召开记者会，因为新春过后接到未少民众的တင်情，表示中华东路平西营区的大旺夜市已经要就地合法，而且嘛开始经营。对此，议会国民党团认为，市府伫2天前退回摊贩使用的申请，想袂到2天后，业者以货柜商店街的名义来暗砍夜市摊贩。国民党议员认为，市府浊世今非，过程并无单纯。市长讲这是台南市未来的新里特区，明明知影伊挂羊头袂够肉，咱市政府市长的形象都无足够啊！王家忠讲，叫我唔通问讲，市长到底有收政治现金无？安尼啦吼，我是足怀疑，因为我所在，我这个人乌白两道，大家拢要找我，含地位，搁要来找我讲，你大东夜市、大旺夜市卖讲，外口讲足侪议员有股东，所以咱的市场管理处明明知违规，搁唔敢甲安怎？这个真的检调介入啦，会当股东。会当摕到几位的摊位，我听到是20位啊。开始，我拢无一个人去底下。我觉得这些事情是相当严重的，沸扬扬，甚至于外传，迄个市长有摕到人的政治现金，当然政治现金这是合法的啦，咱袂当讲人安那啦，但是我会认为这都很不妥。对此，市府经发局市场处表示。因为该地点本身是商业区，本来就会当从事商业的行为。不过，摊贩有摊贩的管理办法，业者当初申请的是货柜商店街，甲实际经营的夜市无同，嘛开了2间的罚单。在上许可设置以前，都是不可以营业。好，第二，请你讲。你叫我问个，你讲了出了。我们也在19号跟2月2号同时寄出了1万元跟2万元的罚单那接下来第3章会3万、4万、5万，并得按次连续处罚那接下来我们也会连续罚，那也不排除来执行这个强制断水断电的一个处分。议员表示，业者对去年底营业到现在，却只开出2张1万块的罚金。甲业者实际经营业根本是无符合比例的原则，因此要求市府要提出霹雳，加重客查的频率，并且建议强制来断水断电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